你同你背後班人究竟要點先可以收手？我正式啟動緊急應變機制。應該好清楚，香港警隊係永遠唔同恐怖分子妥協。警隊唔可以俾任何人打亂我哋優良嘅接班部署。李家俊都係其次，佢後邊一定仲有人。佢唔只想對付劉傑輝咁簡單。劉傑輝，一個係現任處長，不正當使用職權。而家嘅香港警隊唔輪到你話事。如果劉傑輝可以繼續做你哋阿頭嘅，我就唔要李文斌。我之後最後一個 advice，stop and get out。點解咁多人想對付你？